咱的陸委會早就真濟屆強調，海峽論壇是中國統戰的平台，所以禁止咱國的公務人員以任何形式去參加。不過，台東縣長姚慶玲卻是用錄影片的方式去參加。陸委會主委邱水正講，姚慶玲在咧進前都已經有違規的記錄，所以會照兩項關係條例來調查甲處分。我們在品質管制上做得多麼努力，中國大陸相對就是我們鳳梨世家最大的買家，那你不應該去克服嗎？去哩節目頂頭，頭城市台東縣長姚慶玲前幾天啊，以錄影片方式參加海峽論壇相關的活動，互陸委會認定有違規嫌疑。不過伊強調，往來食客出口有95%以上攏是銷毀中國、香港、澳門，家己是為農民的講話。中央看到地方政府在做的時候，其實應該鼓勵我們。打壓我們不去，其實事情還是沒有解決，還是要賣，還是要品質提升，還是最重要的市場啊。政府也沒有禁止這個前往中國大陸或者是其他海外市場幫農民促銷。我們要禁止的是在海峽論壇，海峽論壇是中共對台的統戰平台。陸委會認為，海峽論壇頂頭的農特產品明顯有政治前提，恐驚會讓農民落入去中國先予農民低頭，這個吸甲一滴無剩的陷阱。也那姚慶玲是不是會因為安尼來罰錢呢？主委邱水正就講，其實去年1月，姚慶玲去中國和國台辦的主任宋濤見面，就已經違規啊。有篡改了，就是有更改的行程，見了宋濤又沒有向移民署主管機關報備，已經被移民署這個違規一次。那這一次呢，因為我們已經嚴正的說明好幾次。姚慶玲縣長他是去賣農產品，不是賣台。地方首長如果還要自救，如果要被羅織罪名哦，我們會感覺到其實民進黨政府是一個非常雙標的一個狀況，而且把嚴肅的國安法用來恐嚇我們地方首長跟基層農民的政治工具。沒有國安法。陸委會中心進前就已經嚴正說明足濟擺，禁止中央和地方的公務人員以任何形式參加海峽論壇，包括時程。目前會依照兩項關係條例33條之一相關的規定，請主管機關內政部針對姚慶玲敢有違法進行了解甲行政的查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